即时我阁想到我诶生活条件有够充足。代志若毋是安尼发生，这简单有10万分之一诶机会，也就是迄只靠大诶船阁浮起来，互风影扫到我花诶所在，互我有时间通为船顶甲迄切有路用诶物搬落来。代志若毋是安尼，我就若像拄上花迄时安尼一箍溜溜，无生活必需品，嘛无得到迄个法度。伫即种状况，我要安怎啊？尤其是我大声对家己讲，若无穿、无火药、无制作物件，也是做石头的家私，无衫裤、无眠床、无布棚、无任何黑暗坎，也是杂食，我要安怎好啊？家在打遮的我拢有够充足，未来就讲火药用了，莫用穿，我嘛会伫维持生活，所以我有一个会堪得的生存观点。只要活着，我就袂欠缺，因为自起头我就考虑各种意外，考虑未来的日子，毋若考虑火药用了的时，甚至考虑到我身体虚弱、健康败坏的时，我着承认，伫考虑这个问题的时，我无想到火药会互死若点倒搁规个爆炸的危险，所以伫发生雷公死若的时，想到这，互我大惊吓。这我伫头前已经有讲过啊。现主时，我拄要开始过一种稀微、搁孤单的生活。这凡世是世界上毋捌有人听过的，所以我决定要甲我的生活，从头到尾，照顺序，好好甲记录落来。照我的估计，迄是9月30，若我头前讲过的。伫迄天，我第一摆踏上即个可怕的海岛。迄时差不多是秋分，日头正正伫我的头壳顶，所以根据我的观察，我是伫北纬9度22分的所在。到为11日天，我忽然想到，我无册、无笔、无墨水，定着会袂记得日子，甚至袂记得礼拜日。为着防止即层代，我用刀仔伫一支大条固大写安尼刻：1659年9月30，我伫遮上花，甲迄条仔做成12架。我家菜伫第一摆上花的所在。我逐工搁伫即支四角条的边仔固刀仔刻一个刻，每第7天就甲刻加倍长，每个月初1刻一个搁较长的刻。故即种方式，我有一个日子。会得计算礼拜和年月日。安尼了后，咱搁来整理我为船顶搬的济物件。迄是我伫顶面讲过几若纸上船运落来的。这一离扣扣，有诶价值无悬，毋过要是对我有路用。伫头前遐我煞无记着，亲像讲笔、墨水、含纸。阁有几若包船长、大壶、泡手和目枪的用品，3、4个路架，一寡计算仪器、仪表、吊镜、海图以及航海册等等。迄当时，所有这个，毋管有用无用，我甲陆陆做伙，规堆搬上花。当时我嘛发现3本真好的圣经，这是我为英国运来的，装伫我的行李内面。也有一寡葡萄牙语的册，其中有2、3本天主教祈祷文，含几本其他的册，这个我拢甲保管甲真好势。我嘛袂使袂记得，阮伫船顶有一只狗含2只猫，有关因的记忆经历，以后我会阁讲起。我带迄2只猫上花，若迄只狗，伫我初次上船搬物件的时。伊就家己跳船收水，对我上花。伫以后济年中间，伊一直是我忠实的仆人。我无需要伊帮我拍蜡，嘛无需要伊做我的伴。简单希望伊会当和我讲话，毋过这伊做袂到。我伫头前讲过，我找着笔、墨水、含纸，这我用甲非常的欠。伫要有墨水的时，我甲代志做正确的记载，毋过墨水用了，
我就无法度安尼，因为我无法度制作目水，所以我心内安尼想。虽讲我收入袂少，我还欠真侪物件，其中一项就是目水，其他亲像骨头、尾涂的沙白仔、骨仔含沙条，嘛无针线也是柄针，有关布类，虽然嘛欠，毋过我真紧就惯势啊。